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智慧會。大家估下，如果將全香港人一日食嘅漢堡包抌晒落維多利亞港，會唔會截斷成個海面？我知你話我黐線，但古代真係有個人真係咁講喎，仲係關於打仗添。話說公元383年，北方有一個皇帝叫做苻堅，佢統一咗北方，手上有成100萬大軍，佢就想打南邊嘅東晉。有大臣勸佢，皇上，長江好闊㗎。苻堅就話：我有100萬大軍，每人將馬鞭掉落長江度，都可以截斷成條長江啊！呢句話就係投鞭斷流嘅由來，聽落好勁，係咪？結果呢，東晉雖然只有8萬兵，但個個都係精銳嘅北府兵。佢哋用咗一招，就係提議苻堅，不如你退後少少，等我哋過咗河先同你決戰啦。苻堅就應承佢哋，就命令大軍退後一啲。但係大軍一退後呢，場面就失控啦，甚至有人喺後面大叫話：秦軍敗咗啦，走啊！結果呢，100萬大軍自亂陣腳，甚至自己人踩死自己人，最後苻堅單人匹馬狼狽逃亡。投鞭斷流原來係形容人多勢眾，氣勢磅礴，但後嚟大家都用嚟諷刺驕兵必敗，紙上談兵。所以話人多唔代表贏，策略同冷靜先係關鍵。你覺得如果苻堅當初低調少少，歷史會唔會改寫？大家記得訂閱、點讚、留言同埋分享視頻，多謝大家收看，下次見。